到月一个清凉的早起，伊那微微啊风脚步轻快行入来我的办公室。其实我当顶啊享受一杯 Starbucks 上赞的咖啡，那伫网络面顶猛看猛细地方新闻，看到真出名的苏瑞基伊都教授的个纳罗斯顿互发生死啊，头壳顶着一枪，警察经过调查，判定是自杀。伊伸出幼秀的手，甲我握一个小酒问，我影着伊挂的结婚手指，顶头的蒜椒有一粒粒土豆糖遐大粒。伊讲，我是 Edith Nettleston。因为新闻有报，我知影伊是那个 Nettleston 的太太，就讲老先生的代志，请节哀。袂哩，伊是爱我，如果伊搁较爱问字，计话莫讲。阮翁当底写一篇论文，定着会引起苏瑞基医学界大地动。若发表了后，创顺回演讲，定着会趁诚侪钱。用到即马煞找袂着啊！我相信伊自杀的手尾字内底有找会着迄伫倒位的头像。伊摕出一张纸互我看，内底写讲：伊别，我无买 wine。我日子过了真好，故事时，我做一个老师，绿色的 sour， 好牙阁新色。如果我打煞感觉凊心甲要死，所以我拣这个 hour， 甲这个 menu 来死。我对你真歹，我爱你甲棕色的头鬃带做金色的。我想讲用钱摆都会当阮着你的爱。我叫你 wait， 我也把阮看。我当初 marry 的迄个查某走去倒啊！我讲你得想济，若总我要叫你改这改迄，会使用 carrot， 不是乖啊！凡说你想要甲我的红棍棍转去，原谅我，小事啦。这张批写的拢是小写字，阮翁对文法定着爱写好着，是足直撇的。若讲伊安尼写无往康社会，我则无咧想到。Mrs. Nettleston， 我想我会当甲你斗3工。这张批内底有几个奇怪的所在。第一，就像你讲的，写的拢是小写字。Mr. Nettleston 是名声透规世界的苏瑞基医道的专家，不是遐个少年人要甲底线等来等去，互市中换贴的。第二，这张批内底的 homophone 比一般的搁较济。这个 homophone 同音，毋过无共字，嘛无共意思。咱若甲苏瑞基医学专家关烂直接的时阵，又爱料想会到这个情形。咱来找出这个 homophone， 对头到尾甲读看卖，会当得到 wine sour our matter 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的 homophone 就是 wine sour our matter， 酒土康咱特种，咱抗酒的特种。几若点钟过，阮来到 Nettleston 岛的特种，连咪就去到地下室，电火一个倒，就看到内底暗空乌干仔排甲几排。物件伫倒，规个拢超过，若无几若年未应节。莫着急 ，Mrs. Nettleston， 我想问你，你挂的结婚手指，迄粒蒜椒偌大？这边有8 carat。Edgar 不时都咧细细点。那呢，我惊伊就是这。我摕出我惯识好用的revolver手枪讲，伊甲伊的苏瑞基义道，你定着袂爽足久的。你掠讲甲刣死，就会当甲迄论文的字拿去。你逼伊写迄张手尾字，高安说你找会着论文，煞毋知伊早都伫晓记已经甲抄起来啊。而且伊阁有写另外一个，互你料想袂到的，显示讲论文伫倒，是讲开伊的凶手是啥。这落尾 homophone 是 die by one which wears 8 carat ring， 就是 die by one which wears 8 carat ring。死伫一个迄挂8 carat 手指，凶手就是迄个挂8 carat 酸奶的你。警察甲 Mrs. Nettleston 掠走了后，
我紧紧地甲那袂强的涵空洗一遍，无偌久就找着啊。大部分的酒缸啊，拢一支一支放伫架仔内底，搁点一个角仔，总2卡 case， 箱仔小塔放伫遐。我细日甲落去迄卡开，